將雪梨、粟米、淡奶同煉奶全部放入 PS88 全能冷熱破壁養生機嘅杯入邊，加水至2000毫升水位線。冚返個安全杯蓋，選擇智能菜單，然後選擇果汁菜單，撳啟動。PS88 全能冷熱破壁養生機配備超強2200瓦攪拌功率同日本不鏽鋼刀片，能夠徹底擊破雪梨同埋粟米嘅細胞壁，釋放植物生化素，令養分更容易被人體吸收。攪拌程序完成後，就可以直接倒入杯中飲用啦。